自古以嚟邪惡都要贏到正義。我要將世間一切嘅邪惡憑我嘅實力全部掃除。我要將我愛心將黑暗變為光明。我哋係正義嘅朋友，忍者貓隊。今期我哋嚟開箱呢盒 YOLO Park 最新推出嘅 AMK Pro 系列商品，功夫貓黨嘅主角之一，守護荷花鎮嘅忍者貓隊入邊嘅白貓太郎。包裝使用雙重外盒，第一層印有各種玩具實物照，第二層嘅透視圖會講俾你聽素體用咗邊啲合金部件。雙層外盒入邊用兩層嘅內包，以半成品嘅形式分別裝住太郎嘅雙素體。AMK Pro 嘅呢個系列其實一直以嚟嘅做法都係將成品玩具喺各個零部件製作完成，並且上好晒色之後，將工廠大媽組裝好之後再入盒嘅呢個過程交咗俾玩家。好嘅方面係我哋喺玩成品玩具之前可以體驗一下拼裝帶嚟嘅樂趣，唔好嘅方面就係當我哋把玩完之後想回返盒嘅話，就稍為有啲麻煩啦。當我哋睇返從1990年動畫首播至今，只有當年元年推出嘅個別食玩同埋扭蛋先至會有披薩店造型嘅太郎，可以講 YOLO Park 今次真係填補咗唔少中年人嘅怨念啊！呢款太郎素體身高大概13 cm， 係目前所有授權嘅可動玩具入邊最大隻嘅一個太郎，比例有返咁上下就一定有唔錯嘅可動啦。頸部、肩部同埋腿部都有拉伸關節，可以擺返好多動畫片入邊嘅經典 pose。套件入邊一共配咗4副唔同表情嘅面型，可以自行替換上2個素體上邊。喺其他配件方面，戰鬥形態嘅太郎配咗佢嘅忍者刀，但係只能以替換嘅形式揸喺手上，並唔可以喺刀殼入邊插物。工作服形態嘅太郎則配咗一個外賣箱同埋一塊披薩。初回特典係呢堆亞克力布景板，可以俾我哋還原喺披薩店入邊嘅場景啊！功夫貓黨可以算係我童年回憶嘅 Top 5之一。不過可惜啊，咁多年以嚟始終都揾唔返完整嘅 TVB 配音版。希望 YOLO Park 嘅呢個系列可以出齊忍者貓隊嘅8個成員啦，可以幫我填補返多少童年怨念啦。下期再見。